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葡萄，你干嘛还回来呀？这是我家呀。明儿个我就要回学校了，你好好的啊，别再让人打你。你又不是牛马。你要走了，那还回来不？回来呀，放假就回来，这儿也是我的家呀。哎，对了，秀梅叫我把这个给你，啊。我不用帕子，你留着吧。真的，送我啦，谢谢。哎，这帕子上为啥绣2条鱼嘞？这是相濡以沫的意思。啥叫相濡以沫？意思就是泉水干了，2条鱼一同被搁浅在沙滩上，它们互相呼气，互相吐沫，来保住对方的性命，意味着一家人要患难与共，仁慈守义。呀，快看，扫把星，那叫彗星。啊，扫把星或许就叫彗星。是智慧部分，就是天上的星星离太阳太近了，它们开始发光发热，形状像扫把星。彗星过后还能看到流星雨，不但不晦气，能看到还是运气。真好看。哥，你咋啥都懂，我咋啥都不懂哎？那以后哥教你看书识字，你也就啥都懂。好风景我不愿赏，情我牵挂，相关问我又怕遇见了他。不好了，你要跳崖了！
是瞧怕了不成？走，爹，咱们去远方。秀梅，你不要。不要，他是咱弟弟，咱伺候他一辈子。你去说。我去跟爹说。柯贤啊，最近沙咋样啊？还是老样子，不过洛城现在开始用机器染布了，那花纹是又匀净又好看。唉，咱们快不行喽。我看倒未必，咱这是100年的手艺了，任凭天下铁做的机器染出来的纱，也赶不上咱太平镇的纱有人气，你说呢？娘，娘，又去玩水风了是吧？半晌都不回来，秀梅的舅舅来了，咱们去。你走吧，走，快听话。看谁来了，佟长？哟，佟导回来了。哎，爹，哥。虽然这辈分上差些，叫他别扭，还好。秀梅她娘跟二娘都是一个辈分里的好姐妹。这秀梅呢，又是暂时住在我们家远房亲戚的侄女，不碍事，不碍事。我老跟他爹说，你看秀梅多亏了您照料着，这孩子命苦，打小没爹没妈的。我一想到他娘的事儿，我这心里头就犯堵啊！我太对不起他了。今天可贤来啊，是想问问你的打算。你跟秀梅也不小了，当初定亲的时候已经说下了，等她一毕业，就把秀梅娶过来。今天选个日子，这两边也好准备准备啊。爹，请转告秀梅，我要退婚，把这桩无爱的婚约解散了吧，别再耽误他。二大，他是在开玩笑。佟导啊，你念书念的脑子都不清楚了，你说的啥？我没听见，赶紧赔。爹，我的脑子是前所未有的清楚，我明白这些年我究竟被压抑了些什么，爱情、自由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做人的尊重。你和娘问过我对这桩婚事的看法吗？我和秀梅就像傀儡一样让你们摆布，你们知道我们的心究竟在想些什么吗？可我知道秀梅心里一直喜欢你，这一点我不否认。可是我不能以同样的心去对她，她的这份爱对我来说太沉重。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走进婚姻是不会得到幸福的。我要退婚。你敢说退婚，娘就死给你看！我跟你说，佟脑，你想退婚，你做梦吧你！可贤啊，这庚帖算是换过了，找王神婆选个好日子，就把他们的婚事办了吧。啊，全听二大的，我就先走了。我就不留你了。慢走啊！二大，留步。好走好走。二大，秀梅啊，葡萄他们方才下水玩半晌，我热了些姜汤给他们驱寒暖身。秀梅啊，二大跟佟脑有学堂要紧的事商量，咱们先回吧。啊。哎，那这汤得趁热喝。秀梅，咱们走吧。哎。
慢走啊，秀梅再来玩儿啊，慢一点儿。葡萄，把我剪的窗花给陶淼家送去，给她婆婆啊。就是啊！啊！就是这个饭啊！我就是这饭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不干了，再不干了。你现在讨论有个屁用啊！啊，你都死哪去了？这一整张快要出彩的宝啊，就这么让你给毁了！不给我打这个败家精，看他给我打了！就是干啥？任何都不信这么打呢。我要是不打死这个败家精，还气死我这老太婆啊！你打死还有啥用啊？啊，能治得回这张残？打够了，罚够了，放了他。哎，你不该走。好了，不哭不哭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葡萄。我不想活了。你不活弄啥？你还能投胎成个菩萨呀？回头投胎成个小猫小狗才受着嘞。要活。咋那么半天去哪儿了？盛饭去。娘，哎，哥说他不吃饭。这是跟我置上气了，不吃弄啥呢？练仙呢？都是你，硬要让他读那个劳什子书，读了一大堆新道理来了吧？那是气我的。哥，不许给他端饭，咱们吃，等他饿极了，自己会来。天哪，多吃。平时里教你的字儿，别忘了练，以后见着有用得着的时候。懂。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会不懂呢？真的不懂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葡萄，你先别走。你看，现在市面上都喜欢这种动脉樱花做的花点子布，然后呢，我又喜欢用多几个图样，所以摆就不够使了。你帮我把这个牛皮纸双用浆糊，然后粘在一起。前两天我去给你配姜汤的时候，二大和舅舅在说些什么呢？没啥，给你俩定日子呗。跟帖在那儿搁着，你没见着？只是夏龙和二娘神色不太好，他们俩是吵嘴了吗？吵啥了？你慌啥？有我爹在，难不成把你娶进门之后用刀剁剁喂了牲口吃？看来我是我多心了，我是寄人篱下，看人眼色，日子难过。要是早点到你家和你作伴也是好的。这是哪儿的话？来了我家就是跟我哥作伴，跟我哪里扯得上？你要是那心急的，自个儿问我哥去呗。我哪能跟他说得上话呀？还不是你在中间传话，你倒好，笑话起我来了。你不去说也好，反正也是板上钉钉子的事。大不了我在家等他一遍。一辈子
也等，就这么不闻不问，从来也不说。不管他喜不喜欢你，都等吗？他喜不喜欢我，都是我的命。不等他等谁呀？难不成我在这个房子里老死呀？你跟我来。娘，哥嘞？跟你爹大吵了一架，生气回学校了。哥说不对婚就不回来了。铁脑，胡说什么呢？赶快去把那花花脸洗了，乖听话啊，别在这瞎累累。秀梅，不瞎猜啊，她这假期满了，也得回洛城上课去啊。娘，不妨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秀梅，你说他为啥要退婚？是我哪里做错了，还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？又甜又香的黄金糕出笼喽！这小姑娘我买了，我家铁脑还没定亲呢。爹，贩卖人口是不对的，包办婚姻也是不对的。我们没有权利去剥夺她的自由。啥叫剥夺呀？这孩子没爹没娘，只要他自己同意，那就行。哟哟哟，看看这是谁呀？啊，你这大秀才不上京当宰相，3天2头的往家跑，算个啥？啊？哎，要不要我这匹梯云乌骓送你上？你这2条细腿跑路，冷不丁要跑折了呢。好侄子，好几年没见，有长进啊，知道孝敬叔了。看来我小时候没白教训你。不过也怪我，当年狠心把你扔进粪坑里，早知道把你扔进香油缸里，现在也落不下你这臭嘴的毛病。红脑，你跟我年纪明明一般大，别他妈仗着远房亲戚跟我这胡说八道。我是中国第9战区第6师团连长，你要再胡说，小心我毙了你是国军吗？据我所知，国军也是讲军纪军法的，难不成你还能帮我当仇人打了？乌骓是匹好马，不过比起赤兔来就差远了。就是跑得和兔子一样快的马。你这兔子还能跟我这宝马比呀？我这乌骓马能日行千里，把那兔崽子的巢都踩平了。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乌骓日行千里，赤兔不但日行千里，还可夜走800里。我在洛城啊，就骑过赤兔马，那才叫真正的宝马。至于这乌骓马，也就只能陪项羽跳跳江罢了。我这匹乌骓马，何止日行千里啊，那是日飞2000里。不信你试试。怕了吧？早知道你小子会怕，就你这嫩身板，要骑上这马，魂儿都给你吓飞了。他妈把老子给耍！
什么要跟我退婚？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你找谁啊？哎，姑娘。哎，老爷夫人，少爷回来了，少爷，来，少爷回来了，少爷。银虎少爷，可把你看回来了，这老爷夫人就等您半天了。哎，这怎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夫人，老爷，你快看看，怎么回事？上了新来的上班，快！快！爹，娘，儿子，你真的回来了？你走了那么久，娘都快想死你了。好了，娘，都回来了。好了，哭啥嘛？这不儿子回来了吗？都别在这儿戳上了。萤火，赶紧带你那弟兄们进里头吃酒去。好，抬进去。来，走，行。都进去吃席吧。来，兄弟，里面请。来。坐啊！来，乡亲们快，里边。来呀，好，来里边，坐。啊，随便吃，随便喝啊。随便坐啊！里边坐，随便坐。来。银虎少爷。哎，吴哥，我二大怎么没过来啊？你小子要知道偷懒烂活的，跑过来凑热闹啊！你们看，少拿点。这土匪我可见过，也就跟咱平头老百姓似的，一个怂样，都叫二大给治了。可是呢，老八是个啥样？听人说邪火，能飞檐走壁，刀枪不入。少爷，您说那都是瞎扯淡。我告诉你们，啥叫真正的敌人？那是日本鬼子。哎，连长，来，喝酒。恭贺您凯旋回乡，光宗耀祖啊！你们别愣着了，一起吧。真没想到，咱们太平镇还能找到这么金贵的宝贝。这天蚕丝啊，可比桑蚕丝的价钱要贵出100倍呢。哦，对了，这天蚕不能在家养，你可也做蚕树，你可得派人看好了。放心吧，我早让福根派人过去了。那片地本来是没有主的，只要咱在那儿种上一片桑树林，不就归咱了吗？瞧你能的！哟，爹娘，哎，你咋又那么早起呢？才回来几天，也不好好歇歇。军营里待的习惯了。哎，表妹咋了？好几天不吃不喝的，你们咋不给她请郎中看看？你出去那么多年了，连你表妹的模样都不记得了，哪还知道她的性格呀？她就是这样的脾气，哎，心事重。没事的，什么病也没有，放心吧啊。真不知道童闹这小子，他在葫芦里卖的是啥药？你说好好的，退哪门子婚呢？退婚？是啊。怎么说？这秀梅，在这方圆百里，那也是1等1的好闺女。退婚，真是撒了泥正。好你个少爷，还敢欺负到我家头上来！哎，儿子，童闹都回学校了，你去干啥呀？今天就别去了啊。儿子不在，还有老子。不信二大不给我讲清这个理。哎，萤火，萤火！二大，二大，我有话问你。二大，好几年没见我们家银虎了吧？还认得不？你个臭小子，回来几天了？才知道来请安呐？二大，我问你，
你家童脑凭啥退我表妹的婚？谁说退婚了？我爹亲耳听童脑说的。秀梅也听铁脑说了，说要是不退婚，童脑就待在学校不回太平镇。他这啥意思？我们老孙家现如今还轮不上儿子辈说话，除非这话是我说出的。还真别说，这小子穿上这身军装啊，还挺神气，比他爹强多了。行了，回去吧，有空二大再陪你说话。儿子，咱走吧，二大正忙着呢，没时间跟咱扯皮。听话啊，回家吧。寻死不成，连丢人都不怕了。上这孬孙值得你这样吗？别哭，秀梅，我错了，我不会说话，你别哭啊。秀梅，你别哭，我求你了。哎，秀梅。娶鬼媳妇去啊！老赵家雇了个逃荒来的响器班子，全镇的孩子都跟着跑呢。没闲工夫凑热闹，我都忙不过来。哦，我瞅瞅，你这咋猛的要上洛城啊？哦，去学堂找邵勇了，是该把他叫回来好好教训教训。你瞅那个秀梅，都让他折腾成啥样了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要是在军营里，就这点小伤，而且还挺那么新鲜事，都该让人笑话的。表哥，今天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能摔成这个样子。你还是把药喝了吧，别让我再贴嘴你可别哭，我喝。怎么了？我要是看童脑那鳖孙，我非给他揍扁了，拎过来给你当狗使唤。我说错了，你别生气啊！你看我嘴笨的，我说错了。哎，表妹，表妹。爹，洛城的人咋就先把骨头架子搁店里卖嘞？真够瘆人的。乡下的姑娘啊，没见过世面。这叫模型，是塑料做的，哪是啥骨头架子呀？哎，掌柜的，您把这支笔拿出来，我瞅瞅。您可真有眼力呀！这是一支金帕克钢笔，是咱全洛城最好的、正宗的美国货。
要是用它来写字的，那叫一个行云流水。哦，这笔卖多少钱？20块大洋。这可是明码标价。爹，你给哥买那么贵的笔弄啥？我们养得起马，难道就配不起鞍呢？衣裳都做成了，手里还不该拿一个派上的笔给人盖房子？这20块大洋都够家里买粮吃半年嘞。那也不能买个轻的，这手里呀得掂个重东西。跟您说好了，您可真是识货的人呐！嘿，听您这话，令郎是在圣玛丽医学院就读。那可是要成大学问了。哎，承您的贵言，哎，巴望着就是巴望着，别像我啊，只会写几个字算算账。哎，您二位走好啊。哥。葡萄，爹，坐。你这屋里暖和呀？咋突然就来了呢？提前也不知会一声。我这同屋就是个懒货，从来不收拾屋子，乱了点。爹，您坐。爹，你喝茶吗？那还用说，我和爹天不亮就上路了，走了一天了。哎，我来。娘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柿饼，还有蜜3刀，鸡蛋可隔不久，得一天吃一个，知道不？爹给你买的金饼，老沉了。你咋瘦了？我前些日子把花子发了，脸上瘦了，身上好着嘞。哎，我看见衣服脏了。多衣服，我帮你洗洗吧，别俩坐坐啊。爹，吃点啥？你忙你的，我就是坐坐，你甭管我。不过外边看着是要下雪，你记得收。葡萄啊，咱走吧，晚了不好找客栈了。哦，吃了再走吧。嗨，住下再吃不迟啊。走。这是30个大洋，收好了。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哥。这新棉袄是我给缝的，是这2斤棉花嘞。明儿我们在这找了戏班子，就回镇上了。今年过年得好好庆祝庆祝。我送你们。
你穿的端，别冻着嘞。回去吧，别送了。哎。大年三十了，办妥了。哎，交妥了，我远远的躲着，只求着他们，把东西啊全都搬上了车。我咋看他也不像个土匪呀，穿的他比咱们还赖呢。要能过上好日子，谁还当土匪呀？哦。哎，这是你的。哎，好，这个给伙计们发发。哎，大家辛苦1年了。二大，这少荣咋不回来呢？他真的为了退亲，闹成爹娘都不认，这年都不回家过来。哟，葡萄来了，我爹叫我来送点心给你们寄染布刚神。这二大还真是细心周到啊，这大小礼数还都到。只不过这临近年关了，你们家少勇怎么还不见人呢？二大答应的事，该不会忘了吧？我爹答应的事儿，你自个儿问他去呗。秀梅呢？啊，秀梅啊，她要带着管钢师傅和染匠长头给二仙进香，现在在里面沐浴净身呢。亏得进来的是我，谁让你门都不记得拴？换成是个男的进来，看不羞死你！就你坏，这一吓唬我，别谁敢进来呀？说不准我要是你家表哥，肯定第一个闯进来，看看这漂亮表妹是咋长成的，咋就能一边洗澡一边练仙嘞？胡罗啥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讨厌！讨厌！我袄子湿了，别碰我！秀梅，时辰快到了，快出来上香吧！呀，赶紧的，快起来！我瞧你脸色心情都比前些日子好些，身子好利索啦。你和表哥常来陪我说话，人自然是开朗了一些。昨天还画了一幅彩图双飞的新图样，等年后染了春纱给你做衫子穿。我才不稀罕你的衫子嘞！有啥事儿要求我，赶紧说。你和二大去洛城见着他了，他可说了些什么？提我了没有？他若是没提我，也不奇怪，毕竟是因为我的事情，他才离开家半年没回。他怎好又自己提起来呀？你在这儿替他瞎找理由弄啥？他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该理清，你空担心也不顶用。我不担心。这些日子我也想通了不少，只是觉得他说退婚的话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他要是能回来，即使真的要退婚，我当面问个清楚，也好了了一桩心事，免得你们成天编些瞎话来哄我。葡萄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这些心事我只对你说。你可千万别笑话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他，我心里总是放不下。牵肠挂肚，寝食难安，不想想他，又偏偏要想他。你是不会懂的。就远方。
灶王爷敬完了，咱也该开饭了。来来来来，葡萄，哎，再加副碗筷。哎，弄啥呀？还有谁要来呀？哎呀，红烧肘子、酱牛肉、小酥丸子，哎，一桌好菜，亏待不了客人。哎，红芝，想吃鸡脑袋还是鸡大腿啊？鸡大腿儿。这小子不傻。好，给你来个鸡大腿儿。谢谢二爷。哎，乖。来，我去开门。是。